原力应该怎么使用？不就是原力技能吗？那只不过是最基本的用法而已啊！你们好歹也是闯进了淘汰赛的家伙，应该发现了吧？原力技能其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哦，只要参加凹凸大赛，每个人都会得到属于自己的原力技能。但原力这种东西，并不是大赛给你的，而是每个人本来就拥有的。大赛赋予的技能，只是将你们天生的才能引导出来而已。啊，是这样吗？说白了，原力技能就像一颗种子，它会以你们的身体为土壤生根发芽。最后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，也是由你们自身的素质决定的。身体、意志，以及自身原力强大的家伙，自然更容易得到厉害的技能。然而，那些相对弱小的人嘛，怎么样？嘿嘿，倒也不是没有机会。这么说，你有办法让我们变强喽？你叫紫堂幻。是那个召唤师一族紫堂家的人吗？我是的。紫堂一族有召唤驱使魔兽的力量，这其实就是紫堂家开发出的对原力的一种使用方式。所以说，要想变强，并不一定要依靠大赛赐予的技能，而原力技能本身也是可以开发进化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告诉我们吧。这个嘛。应该是忘了。喂，你耍猛玩呢？早就跟你说过我的记忆不全了，而且就算我没忘，你以为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会轻易告诉你们吗？所以说我们要互相帮助。想知道变强的方法，想通过这个迷宫，就帮我把身体的部件集齐吧。只要我恢复了记忆，自然就会告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。就这么做吧，金。反正我们现在对通关迷宫也没什么头绪，按照这位罗德烈先生的提议，也不失为是一种方法。明智的选择。好嘞，那我们就出发吧！哦，笨蛋！你们要把其他参赛者都引过来吗？感谢各位的踊跃竞价。第一次竞标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赢得这一次比赛干涉权的观战者是雷王星的太子殿下。出价低了吗？他怎么可能出的比我高？哼！恭喜您，殿下！现在这场比赛的操纵者是您了。紫堂家的家主是吧？看不出来，你还挺有经济头脑。像这样把身为庄家的权力分拆转卖出去，一定能赚上不少吧？经济利益不过是细枝末节，比起那些，我们紫堂家更在意的是与各位建立良好关系。行了，那些事怎么都好，还是赶紧告诉我这次的庄稼都有哪些特权吧。哼，我已经等不及要把某些人逼上绝路了。要靠我自己把握的机会。
帕洛斯。哈，是雷师老大呀！呼，太好了，竟然能先和您会合。你没有遇见卡米尔和佩利吗？没有啊，倒是遇见过那个叫金的傻小子，可惜让他跑了。帕洛斯，你拿到的分数牌是几分？3分。3分吧，还真是个最安全的分数。是啊，不过这分数也有点让人不爽，感觉束手束脚的。还好，我的分数正巧是最危险的那个。雷师老大，其实，帕洛斯，你到底在隐瞒些什么？听好了，愚蠢的参赛者们，娱乐时间到了。这个是？看看你们之前都在干什么？隐瞒分数，藏头露尾，互相猜忌，不敢动手。这种不爽快的表演实在太过无聊，让人看着都快睡着了。既然你们都自以为是猎手，那好，我就给你们提供一个可以放心狩猎的猎物吧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，我将公布一个参赛者的分数和位置，其他的参赛者尽管放开顾忌，全力去狩猎他吧。这个不幸的家伙就是卡米尔，他的分数牌是2分。什么？福利时间短暂，抓紧机会表现吧，参赛者们，让我好好看看你们的本事。您选择的猎物让我很意外。哼，猎物太强也是会让猎手们畏惧不前的，一不小心，说不定自己还会变成食物。确实如此。将目标锁定为兽群中最弱的一个，毕竟那头擅长厮杀的野兽，可不见得同样擅长保护他人。如此一来，还愁没有好戏看了。非常英明的判断。啊，卡米尔的位置，这下倒是方便多了。嘿，那是。不是帕洛斯吗？佩利，雷师老大刚才是不是也在这里？他去哪儿了？去卡米尔那边了吧？哦，那你怎么没有一起去啊？不急，看情况再说。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去找卡米尔的麻烦了吧？正好，人多肯定有价的，咱们也去凑个热闹吧。可惜卡米尔那家伙是2分，我这边用不上。要不然找他打一架也不错啊！喂，佩利，干啥？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最想跟雷师老大打一场，是不是？是啊，
我都不知道向老大挑战多少次了，但他根本不理我。真羡慕那些去找卡米尔麻烦的人，老大对他们肯定不会留手的。你说，如果我们现在装作跟其他人一样去袭击卡米尔的话，雷师老大会不会大发雷霆跟你打上一场呢？听起来好像有搞头啊！现在就走。嘿嘿，赶紧的，帕洛斯啊！你这家伙真是出了个好点子啊！不过帕洛斯啊，你是不是带着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怎么好像有股奇怪的让人不舒服的味道？没有啊，倒是你手里拿的什么玩意儿？你说这个啊，我在路上捡的，因为它会突然发光。你看，你看，又发光了。有意思，留着吧。错不了了，那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。哦，太好了，这么快就找到我。小声点，那可是雷氏海盗团的人，我们可惹不起。确实，那人可坏了，我们怎么做啊？见机行事吧。哟，卡米尔，看样子你很忙嘛，不愧是上了头条的大红人啊！除非是雷氏大哥需要，否则我没兴趣把自己放在危险的位置上。恶党就是恶党，没有共同的信仰，也缺乏相互的信任，这样的你们是赢不了我的。我说，阿密兄，你是几分来着？